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怎担？痴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辉煌。你若是安尼做，会害手机无头路呢。自作自受，这是要怪谁？算计是你害伊，毋是我。注意，我拜托你，请你批准手机的请假大，以后任何代志，我拢会甲你配合。带大意思。你堂堂一个医师，为着小小一个护士，要改变你的人格，安尼敢过当？注意，拜托你，莫安尼，莫安尼，蔡生，只要你好好甲我配合，啥物代志拢听我参照。像今请假代志，无问题。请假单我会配好我才摕互你。但无时间，来看你是毋是真正有心。敢讲为着手机，你啥物拢会当牺牲？你莫搁甲我闹开啊！你若爸讲要生气，拄则还搁伫咧骂我，伊拢也毋捌对我遐尔大声过，我心里足难过。春兰，歹势，委屈你。只要你若真心对待我，我安怎拢无要紧啦。我袂当无你，知无？哎呦，这鸭卵白白吼，嘛有芳啦。啊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哎呀，手筋啊！啊，人讲点点食三碗糕，啊，想袂到你还讨客兄，表现失着哦。
安尼接落咧，你两个咧冤家。哎，无，来走来走。等你啦，较济啦，哎，济啦，济啦。若要看老练哦，等下就有啊啦。啊，来，过来，来跟队，跟车落。好。有啥？无啊，水仙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啊，扛到这个笼啊入来，啊是要创啥啦？去高山啊。饲高山啊，啊若爱饲高山啊吼，这笼啊就是甲放咧吼，在门口埕，也是讲要放咱灶骹后壁，啊哪会甲扛伫捌厅头的啦？有啊，等下你就知啦。啊，手过来，伫灶骹啦，你问要怎啊？你们问较济啦，等下你就知影啦。别人冤枉我，我冤枉试过啊。阿妹在创啥？我咧下试过啊，要煮试过啊汤啊。下气龟啊！下这是啥气龟啊？你咪先嘛睭慢慢看，我看你是无面通见人啦，这米胆正亏还遐多啦。我清清白白的，我惊什么见啦？那上好，行，到这。你给我放开！我想爱出去。哦。站在这儿！行。姐姐，都放了，都放了，都放了。这。放完了。行。你甲看看到底是安怎？行，走。水星啊，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夹菜单呢？啊，是要创什么啦？你害人安尼，为着你咧冤家，紧讲回去咧，无啦，我嘛好啦。回去咧啊！你冤家，是嘞。无啦，哎呦，哎，这吼，你嘛是300来叫啊，人啊，迄两个人后白讲话咧玩弄你啦，我相信啊，你绝对袂做偷客仔代志，对无？上好是无啦，啊无规庄仔头面子吼，拢互你写了了啊啦。啊，恁大家放心的，阮某抽筋哦，唔敢甲恁要讨客兄嘞，我相信。水星，啊你啥人遐尼有自信哈？哼，这当然啊，阮某无迄个胆，你知影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因为阮某若讨客兄，就摊像安尼啦。水星啊，你要创啥啦？因为阮某若讨客兄，就摊像安尼啦。水星啊，你要创啥啦？我买你啊！水星啊，卖安尼好无啦？恁爸是叫你入去试看卖尔，你咧无爱啥？你咧？阿母，水星啊！你咧？好啦，手机嘛，你著顺吼水星阿姨，先入一个意思啦吼，我会叫吼水星阿紧放你出来，吼对无？水星，你毋是真正要甲关起来嘛吼？对吼。你咧？你他给你了。星啊，嘿，你别意思就好，你是要创啥？搁甲锁掉？你是创啥？快啊！我出去啦！我出去啦！恁大家看卖，阮某若敢甲恁要讨客兄，下场就是安尼啦。卖啦，放伊出来好无？
讲，当大个人的面头前，当祖公祖妈正神明的面头前，讲你唔敢要讨价啊？讲，我无啦，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啦！这个这无，死啊个水杯。对。翠仙啊，唔通安尼啦，你安尼讲。恁爸乌龟无啊传好，你若唔惊关喺狗笼内面吼，狗狗伊还没讨价哦。恁爸真正佩服，恁爸教我做乌龟啦。哎呦，好啊啦，翠仙，妈你翠仙啊，你嘛甲你无当的，哎呦，你唔安尼看啥啦？恁大看卖，这个查某死啊艺水杯啦，你莫叫骗伊啦。伊心内哦，唔知想啥。你莫安尼啦，我见笑啦，我心内甲放出来了，好无？哎呦，真正有影侥幸失着哦！但是你你把声啦，那嘛是你的。安尼对啦，迄水星安尼家某就对啊啦，安尼手机唔敢讨价啊，来去啦，我搁要看啦。翠仙啊，安尼敢要好看哟啦，放伊出来啦，我看袂落去啊，莫安尼好无？你听母的话啦。啊，你知死啊！恁爸撇步我足多咧，好当你又搁我听是一句什么闲话哦？恁爸互你作凄惨，害恁爸母我巴肚枵到要死。我主动来遮个。秋金啊，你着小甲忍耐，秋金。出来出来，是用签片。要吃点。药啊，若无够，一边就甲买好够，以后较免贵。这药我会甲吹，真紧就会送。不好意思，你厝早若甲我合作，甲我配合，今仔就袂遐尼济事费甲麻烦。少年，第一个连改，你原来要真有前途。等，秋天请假大。好，我先叫袂记。我的名拢签好，秋瑾要请假偌久，照准。请假大麻烦你替秋瑾。文山，咱紧结婚好不好？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。医生啊，医生啊，哦，你这阿医生，赖医生，碰到对面的汉文医生，哦，迄手机嘛吼，会互你害死啦！看你要安怎去赔偿手机啊！哦，迄咱咧残尾针哦，无代无志啊，迄落一粒迄个歹钱啊啦！啊，做死的哦，拄拄去互迄个手机嘛神着啦，迄实在有够衰啦，迄拢嘛是你啦！你
到对面，弄到死个你，后医生，你烂医生哦你啊！酒会烂，海水会干，酒怎？来，先来食一个物件啦。你莫安尼嫌弃阿母好无？我替水仙哦，甲你回失礼啦。你嘛知影讲哦，水仙啊，即摆咧风火头，甲伊若性地过身，阿母才甲举锁匙，才放你出来。拜托的，你即摆先甲我食一个物件，好无？秋英，秋金，秋英，拜托的好无？恁出去啦！我水仙你来恁，你莫害秋金好无？出去啦！秋英，叫你出去，你想听着无？出去啦！我做医生本底都是为了要救你，结果我看秋英遐尔可怜，我都无法度去救。拜托你咧！你是讲是你一个人咧艰苦？我感觉秋金真可怜啊！我看你安尼，我感觉你嘛真可怜。我看你对秋金遐尔好，我感觉我家己更较可怜。好啊，好啊，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代志已经伤济啊！我毋是戆人，我毋敢要求你对我爱像对秋金遐尔好。啊，毋过上少你爱了解，你无快乐，我就无快乐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你关心别人的时阵，莫伤害你家己，莫带予我痛苦，好无？医生嘛是人，千金小姐嘛是人，歹命的秋金嘛是人，是人都有烦恼甲痛苦，咱慢慢仔想办法，你莫阁折磨你家己好无？